Just 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金纳尔地区僧俗信众举办的长寿法会；10名举报中国公司在西藏破坏环境的藏人青年遭当局判刑；司政边巴次仁对美国多个地区展开访问；司政边巴次仁出席西藏艺术家节闭幕式。藏人代表出席第17届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第13世功德林仁波切代表藏传佛教在梵蒂冈参加世界宗教间会议。雪域论坛2024寻找共同点西藏国际研讨会在台北圆满闭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2月6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出席由印度喜马歇尔邦库努上下部信众为尊者举行的长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开示时，简要介绍了促进人类一体性的重要性，并呼吁信众在修习佛法时，不要只注重外在的仪轨，而是认真地实践佛法的真谛、菩提心和空正见。尊者还向法会主办方库努上下部以及喜马拉雅地区的广大信众对他的坚定信仰表示感谢，并重申将注释110岁。在与会信众敬献贡品后，尊者向与会各方信众传授了发心仪轨。数千名来自库努上下部的信众以及达兰萨拉的僧俗藏人参加了长寿法会。另外，根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消息，来自西藏东部阿坝洪源县查尔玛乡的藏人措额泽让，因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实名举报安徽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道路建设为幌子进行非法开采砂石的行为，于10月末遭中国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10月14号，措额泽让发布了一段长达5分钟的视频，在视频中，他手持身份证，公开实名举报安徽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道路建设为幌子，在当地沿河地带非法开采砂石，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系统，并污染附近水道，增加沿河居民房屋的风险。该视频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并引起广泛关注后，当地警方多次传唤措额泽让，最终对他实施了拘捕。10月27号，洪源县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判处措额泽让8个月有期徒刑。尽管查尔玛乡的藏人民众多次向当地政府和环保部门进行举报，但相关部门均未采取行动或做出任何回应。由于曝光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洪源县生态环境局被迫作出回应，表示将调查此事，但未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措额泽让目前被关押在洪源县监狱，他的家人无法与他进行联系。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引发了人们对措额泽让的安全和健康状况的担忧。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噶夏秘书处于本周四12月5号发布通告，宣布司政边巴次仁即将对美国各地展开访问行程。通告指出，司政边巴次仁于12月5号至23号对美国华盛顿特区、费城、纽约、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新墨西哥州、犹他州、波特兰、西雅图和旧金山地区进行访问。期间将会晤美国各界政要，并会见当地支持西藏团体和藏人民众。相关行程请继续关注本台后续的报道。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12月3号在噶夏秘书处会见了正在访问达兰萨拉的美国好莱坞知名演员、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弗里斯特·惠特克。
次日，惠特克和他的女儿觐见了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另外，司政边巴次仁作为活动主要嘉宾，于上周末12月1号出席了在达兰萨拉举行的为期3天的西藏艺术佳节闭幕式。司政在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在过去的60年里，在达赖喇嘛尊者的仁慈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流亡藏人社区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司政还呼吁和赞扬个人和组织使用任何媒介，包括所有形式的艺术来组织推介西藏自由事业的倡议或活动。司政进一步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全力支持这些努力，不论组织者或者活动的政治派别或立场如何。此次活动由西藏作家兼诗人、西藏作家协会联合创始人布琼索朗组织，获得西藏基金会的支持。本次西藏艺术佳节旨在表彰从作家到音乐家等艺术家们在与世界分享西藏故事方面做出的宝贵贡献。在为期3天的艺术佳节期间，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各级官员、西藏的艺术家、艺术爱好者、媒体人员、达兰萨拉的藏人和游客等众多人士参加了活动。此外，第17届联合国少数群体问题论坛于上周四11月28号在日内瓦举行。为期2天的论坛有69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少数群体代表参与。本届论坛着重讨论了少数群体在公共场所、教育、媒体和文化中的代表性，并强调了将少数群体纳入决策、保护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习俗的政策。11月29号，在有关教育的会议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员平措多杰在发言时，强烈谴责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强迫100多万藏人儿童进入禁止藏语教学的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强行拆除藏传佛教寺院，镇压文化权利倡导者，以及驱逐年轻的僧尼等问题。他最后强调，中国政府的举动是一场有计划的反对藏人身份和文化生存的运动。与此同时，来自6个欧洲地区的30多名藏人青年集聚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参加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主办、瑞典藏人协会协办的为期3天的藏人志愿游说小组策略会议和培训活动。本次会议及培训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欧洲各地藏人青年举办西藏议题推荐运动的能力，并赋权与会藏人青年，使他们能够成为西藏自由运动未来的领导者。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丹增列谢发表主题演讲。瑞典西藏委员会主席马蒂亚斯·比约纳施泰特发表了有关西藏游说运动在欧洲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方面的演讲，而国际深远西藏运动欧洲区代表哲同汪波则主持了培训活动。来自欧洲各国的藏人志愿游说小组的协调员们在会议上介绍了他们所在国家推介西藏议题的经历与未来的行动计划。另外，由印度克拉拉邦斯里纳拉亚纳慈善信托基金与意大利教宗宗教间对话理事会共同主办的世界宗教间会议，于上周五11月29号在梵蒂冈举行。教宗方济各和来自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出席了会议。教宗方济各在开幕式上致辞时，强调了实践道德教义和促进宗教间和谐，以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性。代表藏传佛教出席会议的第13世功德林仁波切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时，着重强调了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在促进世界各宗教间和谐方面的愿景，并进一步强调了宗教间合作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促进青年一代的优良品德和富有慈悲心的未来。在会议期间，功德林仁波切向教宗方济各赠送了一本达赖喇嘛尊者的著作，并受邀参加2025年在英国举行的世界宗教间会议。
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由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举办的雪域论坛2024寻找共同点西藏国际研讨会，于11月24号在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宫崎中心圆满闭幕。今年的研讨会聚焦了美国通过支持西藏法的影响及西藏国际地位与政策的展望，探讨了鉴于中国习近平政权越发走向专制独裁，西藏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以及西方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对峙日益紧张的背景下，中国、维吾尔、南蒙古、香港乃至台湾在大时代的剧烈变革中民主运动的时代走向，包括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噶玛曲英、驻台代表格桑坚参在内的多名藏人行政中央高级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名华人学者和活动人士出席了为期2天的研讨会。本届研讨会主要就美国颁布推动解决藏中争端法案等西藏法案的意义和重要性，美国支持反击中国有关西藏的虚假宣传，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的人权、文化及身份认同，以及加强藏汉民间交流和全球倡导的策略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在研讨会最后一天，与会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台湾的专家学者和活动倡议者，经过深入的讨论和商议，达成了多项共识。与此同时，在驻台湾办事处的组织下，藏人行政中央华人事务联络官年度会议于本周一11月25号在台北举行。为期1天的会议深入探讨了藏人行政中央如何进一步加强与香港、台湾、维吾尔、南蒙古及中国民运人士等盟友间的合作，共同对抗中国的威权影响等议题。会议还就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欧洲和澳洲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以及驻台湾办事处的当前工作方案和未来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且还探讨了加强和提高华人民众对西藏议题的认识，消除2个民族间因中国政府单方面的虚假宣传所造成的误解、猜疑与隔阂，增进彼此间的沟通与了解，促进未来汉藏民间交流及发展等议题。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